今年的台湾国际农技展，10月初1到初3，伫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来举办。国内外500间的业者排清外大，专工来向农民推广这个智慧科技农业的技术。鸡寮内底有机器人咧巡逻，随时注意鸡仔的状况。边仔智慧渔业养殖，嘛有小概会当节能减碳设备。2022年台湾国际农技展10月初1到初3，伫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举办。这个农机站对咱农民会使吸收新的这个知识、新的科技，运用伫咱的迄个做实顶管。这个展览有国内外500间业者共同参与展出，是今年全国上大场的农技展。嘉义县嘛专工设置智慧农业专区，向民众展示科技伫农业的运用。那去挑选出来对渔民最适用的，那以及在整个包括我们所谓的节能、省工、省电这一方面，都可以达到最大效益的这些东西，我们都把它结合串联起来。主办单位台湾农技工业同业工会表示，这届有6大区的展览，阁有相关的课程，本嘉南的农民唔免阁坐车去到北部，对南部农业环境的提升会带来正大的帮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